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我们6月4号的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谨守安息日。今天要看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如果你们谨守安息日，做我所喜悦的事，并且信守我的约，我就让你们的名在圣殿和我子民中被纪念，胜过你们有许多子女，你们将永不被人遗忘。以赛亚书56章的4到5节。经文其实主要的摘要在提醒我们，上帝要招聚他自己的子民，并且呼吁他们要守公平正义，要守安息日。其中也提到有2种人，他们本来被排斥在恩典之外，但是上帝也要施恩怜悯，让这2种人能够回到他的恩典里面。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，虽然他们被掳，他们有回归的时候，在56章就告诉他们归回之后要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是怎样的。这里一开始就说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就要彰显。公义的上帝呼吁他的子民要关注公平，持守公义，因为上帝要给世人的救恩盼望是公平的，不分贫富贵贱。所以呢，要他的子民可以随时接待那一些平常被排斥、被轻视、被遗弃的人。原来是没有什么盼望的，对未来他没有什么样的憧憬。现在他们要变成有盼望的人。一种是外邦人，其实也是在讲你跟我；一种是太监。外邦人在当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是与上帝的救恩毫无关系，毫无盼望。上帝将外邦人分别出来，让他们有救恩，所以外邦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是成为有盼望的人。此外，先知也在第8节更说明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原本以为这救恩只是属于他们的，但是这里却提到耶和华上帝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。当中的别人是指以色列民以外的其他人民。换句话说，上帝的救恩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的专利哦，上帝同时也应许外邦人可以与他连结，在他的圣山和圣殿当中来侍奉他。他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，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，以至于被他们所轻视的太监身上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这却是彰显上帝他的慈爱、怜悯，还有他奇妙的作为。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哪一些人被看轻呢？被排斥呢？甚至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排斥他们？所以我们来思想，当我们谨守安息日是对上帝忠心的表现，是一个标记，那么我们对主的敬爱表现如何？是否我们在对主日礼拜的态度能够表明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爱？那最重要其实是回到生活当中，上帝要我们爱他，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样？或者是我们平常有轻视到这一些人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耶稣，你赐下你的救恩，
没有分种族、身份、贫富、贵贱之分。今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或者是我们在收听的朋友他还不认识你，但是你也要将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他们。这因为都是上帝的慈爱怜悯，你也吩咐我们向这个世代活出爱的见证，让世人知道你也爱他们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永恒的盼望，永恒的生命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充满我们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爱的能力，分享你的福音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